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台灣遠見動物醫院嘅院長魏立玲。根據世界動物獸醫協會嘅全球牙醫指南顯示，超過70%以上嘅成貓有牙齒健康嘅問題。所以今日我哋就嚟講一個成日都會被貓奴忽略嘅健康問題——貓咪牙齒嘅健康。咁係因為貓咪唔似得狗狗咁會咬玩具同骨頭，所以牙垢就好容易累積。如果冇幫佢刷牙，或者選用一啲幫助潔齒嘅產品，比如潔齒餅，就好容易造成牙周病。呢款維潔嘅貓咪潔齒餅採用特殊嘅窩蜂內紋設計，俾貓咪喺咀嚼時產生足夠嘅摩擦力，減少牙垢形成嘅機會。佢嘅窩蜂內紋可以有效刷晒成隻牙齒，深入罅隙，起到刷牙帶嚟嘅效果。佢嘅第一主要成分係新鮮雞肉，唔單止營養豐富，味道仲令貓咪停唔到口添，真正有效守護貓咪牙齒嘅健康。幫助擊退牙菌斑、牙垢膜、牙齦炎，仲清新口氣添。呢啲都係獸醫最關注嘅4種口腔健康問題。維潔貓咪潔齒餅精心嘅設計，支持獸醫最關注嘅4大口腔健康問題，包括口氣、牙菌斑、牙垢同牙齦問題，幫助全方位守護貓咪嘅口腔健康。除咗咁，佢仲有鈣、牛磺酸、維他命同礦物質，搭配完整嘅均衡飲食，有助於滿足成貓每日嘅營養所需。仲添加咗奧米加3同6嘅脂肪酸，有助維持皮膚同毛髮嘅健康添。同時添加益生菌同膳食纖維，促進消化系統健康運作。1日2次，每次8粒好味嘅零食，就可以輕鬆幫助貓咪維持健康嘅牙齒。唔記得要定期帶去做牙齒檢查，加上每日嘅潔齒保養，貓咪就可以笑口常開，陪伴更長久。維潔貓咪潔齒餅，由健康牙齒開始體驗嘅愛。